結婚當日，新娘會着婚紗，會着晚裝，亦都有人會選擇着裙褂。裙褂喺好多女仔心目中咧，都會同老土兩個字掛鈎㗎。但係其實如果你識得揀嘅話，都可以着得出裙褂嘅韻味㗎。裙褂係中國傳統嘅出嫁服飾。喺以前嘅社會，裙褂多數係由媽咪親手縫製，送俾個女做陪嫁嘅一份禮物。但時至今日，新娘要着裙褂嘅話，都會選擇去鋪頭買或者租㗎。裙褂質料一般採用真絲，而款式就係由一件上衣同埋一條半腰裙組成。上衣嘅衫就係4個骨款，等新娘可以展示戴喺手上由媽咪或者親友送贈嘅金器。而衫身方面一般都較鬆身，不過而家為咗迎合市場要求，唔少裙褂都改為收腰款式，凸顯女性嘅身形線條美感。裙褂上面有用金線、銀線繡出嘅圖案，圖案繡得越密，裙褂越貴重，身份地位越高。而每一個繡圖其實代表唔同意思㗎噃。黃生你好。其實咧，我見到咧好多裙褂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圖案㗎。其實係咪每個圖案都有特定嘅意思㗎？係啊，唔同嘅代表唔同嘅嘢㗎。譬如龍咧就係代表權力嘅象徵啦，係啊。如果係鳳咧就代表幸福美麗啦，仲會收到鴛鴦喺樹啦。咁鴛鴦就成雙成對啦，代表佢哋即係一雙一對，永遠都幸福咁樣啦。係。咁呢個咧，呢個好特別喎，覺得。呢個福鼠嚟㗎，福鼠代表即係話係五福臨門啊咁樣咯，係啊。